语言的虐待。以早臭头仔伫个时，每逢新历10月31，伊的生日，公公教拢会伫单位礼堂设寿堂，大家拢爱去祝寿、蒋公华诞、万寿无疆。连关政治犯的军人家属嘛爱放风去祝贺。拄好迄年10月31拜四，2位关伫军甲的民主先摆，久无相拄，咧排队等候祝寿的时，月中无逐日，互相台语对话。今仔日拜几？今仔日拜四。我袂得啦！边仔的管理员听到，随行换来，大声喊：“今天是蒋公华诞，你竟然说拜几？还有，你竟然说拜四！”讲煞，随用随身的短棍仔，勒甲2位民主先摆，鞭仔骨断去，倒伫涂骹。后来，2位先摆就民主电台控诉这段讲台语受拍的往事，当场听到规个目眶红起来。伫迄个外来殖民专制统治的起小年代，讲台语挂狗牌仔是真事常。不离过，风拍甲鞭仔骨断去，算是上常重的。有人甲归类做语言的虐待。再来，台语是防迫害的本土语言。莫讲占人口数73.3%的台语人缴的税金，到呾连一个台语委员会、专属台语电视台都无，连台语正名拢阁爱受到其他语族的徛东徛西、创空变胖、处处走了。阮囡仔定问我，身为台语人的时代，敢有法度吞忍？我煞无话通应。每遍10月31的鬼仔节，就想起这段因为讲台语，互人硬拗做是骗术，阁遭受粗残对待的故事。敢讲台语就爱点点激下到，互遐个外来甲本土的执政党一再糟蹋，袂当超生。敢讲咱要像电视广告讲的，剩一支喙，是安怎袂当正经行就街头，向执政的民进党讲咱的毋愿，甲规巴肚火，行就开斗，向在来毋捌替台语赞声的小英抗议。台语需要一个革命，互我所有台语摇出的戏团、经庙等团体，甲咱的诉求发出来，袂当阁互其他语族看咱无。